决定古迹嘉义的城隍庙，旧历7月鬼门关了后，拢会伫8月初1来进行夜巡，祈求平安哦。今仔中昼嘛进行起驾仪式，总统嘛专工落南来参加。总统热情伫手扶嘉义城隍庙城隍爷的神轿来起驾，代表着嘉义市夜巡自由城的活动正式开始。一寡民众为中昼时就伫庙埕外口等，准备要对神轿的后壁参与夜祭解下的科仪。因为其实他们平常比较多会去追妈祖，然后我觉得城隍爷就是城隍祭，这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来体验看看。互大家身心灵拢会感觉会施持一下。互咱嘉义的，也是全世界台湾的人拢知影咱嘉义县有这个活动。决定古迹嘉义城隍庙伫旧历7月鬼门关了后，拢会伫8月初1来夜巡自由城，替地方祈求平安。嘉义城隍庙表示，为着要有传统的宗教文化，会用创新的方式来推广。今年暗时的夜巡活动，除了邀请民俗表演团体演出以外，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化妆采街，希望发展嘉义市的宗教观光。把最在地也是最国际的神圣的一些特色宗教文化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分享。除了暗时的夜巡采街，嘉义城隍庙即届佫邀请来自金门、平湖、恒春、南方澳、台北下海、甲新竹6大城隍庙来到嘉义。嘉义城隍庙就表示，这毋但是信仰的文化交流，嘛希望延续在地宗教的文化底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